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牧民阿土啊。观众朋友，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到今已经第12天，两边头2摆炮弹拢无具体的结果，和要互民众疏开的人道走廊嘛讲袂好势。布丁的军队攻击核能电厂，使人真烦恼。乌克兰总统呼吁伫乌克兰领空设立禁航区，总是美国甲北约要袂同意。布丁讲会甲设立禁航区，掠做美国北约宣战的行为。事实上，伊已经讲对罗西亚经济制裁甲宣战嘛无各样。咱烦恼这个战争会拖全欧洲，同齐时共款有歹厝边的台湾，嘛在看乌克兰安怎互罗西亚踢到铁棒。这个主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信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高仁山研究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即马战争已经到第12天，最新的发展，乌克兰上大的核能电厂已经失联，伫乌克兰边境，罗西亚的军力已经投入95%哦。法国总统马克宏讲，罗西亚恐惊会轰炸俄德萨，这是乌克兰南边的港都。Washington Post 讲，美国甲欧洲即马有在想讲，要建立一个乌克兰的流亡政府，嘛在思考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吼。即马3月初7，就是今仔日买第3摆的炮弹。伫炮弹的方面，罗西亚总统布丁讲，若是设禁航区，就会甲掠做美国甲欧盟来要宣战。乌克兰的谈判的头人讲，愿意来讨论非北约的模式。这个非北约模式，咱小等下来讲。即马波兰要乌援乌克兰，美国29吼，美国讲愿意用 F-16做交换，来确保乌克兰有这个制空权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根据可靠的消息来讲，吼，罗西亚有挑故意攻击平民，这是犯着战争罪。因嘛呼吁中国就要公开谴责罗西亚。这个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探讨。大兴战争上新的发展，咱同齐来看。这个查甫人下步无声在行向记者，唔知想要讲啥，突然间炮火车来，当庭倒来。另外一个查甫人赶紧甲伊拖走，伫咧更较远的所在摇人倒来。报道讲，因是想要走去教堂，才互炮火攻击。有人讲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西边的伊尔平，有一个带囡仔的妈妈被炮火攻击死亡。当地真侪民众拢是对附近一座桥逃走。不过乌克兰军队讲，惊俄军对这座桥来到基辅，所以先把这座桥炸掉。虽然伫基辅西边1公里的斯托扬卡，有一间仓库互炮火射着一直呛烟，路的真侪车拢是想要赶紧离开。联合国统计，已经有150万人到离开乌克兰到边缘国家。本来双方协议伫咧南部的港市马利坡，也个沃尔诺瓦哈设领导通道，不过俄军一直轰炸。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是警告任何国家伫咧乌克兰设禁航区就是参战，就算将机场提供予乌克兰战机使用也同款。普丁讲，因提出来要求也未做到进前就未停火。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аэродромной сети этих стран для базирова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боевой авиации с последующим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может расцениваться как вовлечение д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有超过200位囡仔坐24点真久的火车，总算来到西部的城市利维夫。因是乌克兰南部欧洲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附近一间孤儿院的囡仔。俄罗斯攻击核电厂的时阵，伊方赶紧把囡仔踢走。І цих дітей жалко, вони манюсінькі, жалко, взагалі. 对有报道讲，核电厂已经互俄军控制。国际原子能总署讲，工作人员就要尽因的安全责任，要有能力伫咧无正当的压力下做决定。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
哦，咱看到好谈以及讲袂好势，吼，咱大声来请教吴教授，拄则讲到乌克兰愿意担这个非北约的模式，这是啥物物件？是，咱知影吼，乌克兰一直想要加入去欧盟啊，加北约。是。啊，但是咱看到即个波定吼，就是讲因为乌克兰要去参加北约，还是欧盟吼，即个理由互罗西亚有感觉到伊的迄款安全上的威胁，哦，所以伊有感觉有即款危机，所以伊开始出兵来攻击这乌克兰的部分。啊，所以咱看到讲，当然即届战争吼已经12天的时间，咱看到全世界吼嘛已经是用迄种不管是直播。还是迄款脸书，还是 Facebook、Twitter， 拢已经看到即场战争的恐怖。啊，咱嘛看到已经进行过几届的谈判。啊，即届乌克兰的迄款代表因出来讲，就是讲伊希望会当讨论这非北约的模式。啥物叫非北约模式？咱知影吼。北约过去是甲迄个华沙即个组织咧对抗，吼啊！但是咱嘛知影北约是一个迄款防卫的迄款组织，啊，伊毋是主动攻击，但是咱看到苏联吼、罗西亚是甲这当作是一种安全上的威胁。所以对罗西亚来讲是一个安全上的威胁，所以伊无希望这乌克兰加入去北约内底。但是咱看到战争已经拖12天左右，特别2礼拜啊。啊，我相信所有的国家拢在想出要安怎来会当阻止这场迄款危机的方案。所以咱看到北约到即摆伊无出兵，但是伊提供武器也好，物资也好，所以咱看到即摆乌克兰的迄款代表吼，因即摆就讲出来一个，是毋是来一个非北约模式？咱之前的节目嘛捌讲过吼，其实包括中国吼，中国在内，中国加迄个乌克兰，捌伫2013年的时阵签一个中乌友好联合的声明，即内底就讲到讲中国会甲保证，吼，这伊若是受到核武的威胁，还是非传统的武器的攻击的时阵，中国会来保证乌克兰的安全。这非北约的模式内底，乌克兰就是希望吼，这西方的国家唔免讲所有的国家拢来甲保证，比如讲美国也好，欧盟也好，这国家有一寡国家愿意来保证这乌克兰的迄款安全。哦，这安全内底，因为咱知影吼，乌克兰伊的上大的要求就是讲，伊感觉吼停战袂当以乌克兰领土损失来作为一种交换条件。是，不管安怎谈判，乌克兰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是必须要确得到保证的。所以这个保证内底，当然停火、停止战争。内底希望有一寡国家吼会当徛出来做这个保证，啊，无一定讲爱规个北约来甲做这个保证，啊，但是咱嘛知影吼，其实咱我嘛讲到2013年的时阵，中国甲乌克兰有这个中乌的迄款友好联合的迄款合作的协议，但是到即摆，咱看中国点拢唔敢讲话，啊，尤其是吼，咱即摆看到，其实伫中国内底吼，面对遮侪国家吼，得甲要求讲，你是毋是爱来做一寡谴责，吼，所以咱戏剧顶头咱嘛看到，这布林肯嘛希望中国会当公开来谴责这罗西亚的这个行为，但是咱看到中国即摆定点。吼，就是惊这有哦，伊内底若是有即个民众，其实咱看咧，即摆中国民众哦，嘛是分做两边，一种是同情乌克兰，另外一种就是官方的迄款立场，就是讲比如讲伫联合国内底，就是对迄个罗西亚的行为吼弃权，伊无爱做任何表示。啊，但是伊安尼愈拖愈久的时阵，中国的角色是愈来愈愈解弱，所以伊即摆吼，就是咱看到讲，即摆包括乌克兰出来讲，这非北约模式内底，咱看到布林肯虽讲啊，这呼吁中国爱公开来谴责罗西亚，这其实中就是有这段迄款关系伫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开战遮尔久的时间，咱嘛看到其实乌克兰的迄款空军吼嘛捌。降落伫迄个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内底，随个整备了，随个起飞，搁飞转去。所以咱看到讲，当然即摆普定吼是要甲全世界吼施加任何的压力，希望大家拢莫来参加，莫来甲斗相共。但是咱看了时间愈拖愈长的时候，各国的迄款物资也好，装备也好，拢总入来乌克兰的时阵，对普定来讲，这是一个恰好难下的迄款方向。是。咱看到中国即摆的做法，袂输反背
因甲乌克兰的这个共同的声明吼，咱来请教郭老师，这战争拖到即马吼，这个各国的经济制裁敢有效？啊，以及你感觉对倒一边较有利咧？咱顶礼拜节目有讲吼，就是讲伊即卖经济制裁差不多爱2礼拜才会开始看出效果来。是。吼，但是即卖来看的话，迄个罗西亚吼，因的脚步比世界经济制裁行的搁较紧。哦。啊，为啥安尼讲呢？今仔日美国这边的消息是讲，迄个布林肯有咧讨论讲是毋是甲罗西亚的石油吼，甲迄个天然气的即个输出甲停落来。是。吼，啊，但是伊安尼想的话，就是讲伊爱家己已经，就是讲美国已经有即个掠算讲，啊，伊即马若是迄个罗西亚欠的这石油甲天然气要用啥物来补？吼，因为美国在迄个拜登总统选调以后，甲因本土内底遮个吼，迄个页岩气甲页岩油的遮油井拢甲封起来，吼，就无要开采。是。所以到即马为止吼，虽然咱讲罗西亚甲乌克兰咧相战，但是美国嘛是照常甲迄个罗西亚吼买天然气甲石油吼，含日本即马吼，即马嘛是有咧讨论讲是毋是甲罗西亚的天然气吼，因为日本交罗西亚吼，你迄个库页岛吼，就是日本的北平遐吼，库页岛这个所在有开发天然气。哦。乌克兰甲日本吼，两边拢占差不多40%左右啦。吼。啊，即日本因是讲，若是停起来，因甲这个资源撤出来时阵，因是惊中国吼，趁即个机会，就入去甲这个天然气的资源甲食落来。哦。吼，啊，安尼变讲后摆对即个吼，咱即马讲即个能源的危机会搁较严重。是。吼，所以即马吼，就是讲虽然随西方国家用经济制裁，吼，就是想要甲切断讲罗西亚吼，伊上大的即会使换钱的来源啦。吼，啊，但是罗西亚是徛掉即点来讲，吼，啊，你若甲我制裁的话，等同就是世界迄个吼，毋是干那小战的危机尔，吼嘛，包括即个能源的危机嘛会搁起来，吼，所以变讲伊即马以美国为主，吼，甲西方国家为主，伊即马嘛毋知影要安怎才好啦。哦，是。咱看到战争到达已经12天，这已经超过罗西亚的设想吼。即马两边要谈判，咱来看前2摆谈判的结果吼。2月28号是头一遍谈判，迄是哪拍哪谈吼，无一个结果。到3月初3，伫第2摆谈判，咱看到乌克兰的诉求是啥呢？就爱严面停火，对乌克兰的领土来撤军。罗西亚的条件是啥？罗西亚就爱乌克兰承认罗西亚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而且乌克兰就爱去军事化。哦，这袂输中国要求讲台湾袂当有国防哦，而且爱去纳粹化吼。第3项，确保乌克兰的中立的地位。因有啥物共识呢？共识是要伫第2摆的时阵开一个人道的通道吼。这个人道的通道，互3月初5的时阵来停火。毋过无到8点钟，就搁烧战。到3月初6的时阵，又搁一摆停火。即摆吼是两边互相斗讲是对方先攻击。到今仔日3月初7，罗西亚宣布伫侪所在停火，包括基辅。咱大声来请教张教授吼，伊讲即个乌克兰去纳粹化。可能是指着这个顿巴斯的地区来讲，不过罗西亚即马就已经承认迄个2个共和国独立吧？是安怎有这款的要求呢？罗西亚的这个承诺吼，讲实在，我感觉吼拢袂当相信啦。哦。吼，因为咧，透早1994年吼，罗西亚甲其他几下国家，英国、美国，吼，都伫这个即马匈牙利的首都吼，有签一个协议。是，这个协议就是希望乌克兰吼把这个核子的武器吼，过去苏联留落的吼，行动罗西亚。哦。吼，然后咧，这个乌克兰就变做一个无核子武器的国家。是。然后咧，条件就是罗西亚、英国、
美国保证乌克兰的领土的完整甲主权。是。然后咧，2014年吼，有伫迄个明斯克吼签的一个明斯克协议啦。同款的意思就是保证吼，这个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个罗西亚拢去签哦，然后咧，即马看起来根本拢是无意思嘛，完全拢违反。所以咧，即马遐尔啊大，有其他国家在咧监督，其他国家做伙签的吼。罗西亚拢会当违反，根本拢无做一回事。所以咧，即马即个罗西亚讲停止，吼，即个战争，吼，即个互基辅附近咧停火，吼，即讲实在违反是正常啦。吼，伊家是会当保证，会当遵守吼，我感觉点都奇怪。吼，这就是即个独裁啊、强权的国家吼。定拢是吼无法度尊重伊本身同意的国际协议，是吼，这是一个吼，互人台湾人吼上重要的教训啦。看到就知影，因为伊即马来讲，伊感觉伊武力是有优势啊，所以咧，吼，伊讲啥吼，凊彩拢违反你是会安怎？你是无提，无法度对伊安怎嘛？是，所以即马吼，伊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保护乌克兰的中立的地位啦。意思就是吼，亲像欧洲吼有几下的国家，一个芬兰，一个是奥地利，一个就是这瑞士，这三个国家拢是国际上基本上承认伊是中立。其中咧上重要的，甲乌克兰状况较悬的较亲像的就是奥地利，因为奥地利就是这个英国、法国、美国加苏联，迄个时阵苏联共同签的一个叫做国家条约，就保证奥地利的完整甲主权。但是咧，奥地利就是爱做中立，袂当话北约，嘛袂话苏联。当然，伊无可能话苏联嘛，伊是民主国家嘛。对。所以咧，这个罗西亚希望就是乌克兰行这种路啦。但是咧，为即马罗西亚即种的国际纪录，即记录啦伊比以前的苏联更较无信用，更较讲话讲白贼，所以咧，乌克兰当然是无可能相信啦。是，所以即马即个谈判有可能暂时咧是无可能有达到什么协议，一定是继续去冤家啦然后咧，即个罗西亚就是希望透过这种政治甲军事的这个方式互乌克兰爱投降。亲像伊即马讲好，这个倒一个城市一开这个互迄个城市的这个人乌克兰的这个人民会当离开，会当走。表面上看起来罗西亚亲像伊这个心不长嘛袂歹啦，互伊会当走其实咧，第一，伊随时会当违反。第二咧，伊这个门拍开互这个乌克兰的人民走离开这个城市伫历史上定这种代志因为大家拢要走嘛，所以咧附近的这个路高速公路啊是啥物定拢是塞车，塞到迄个足侪这个要走的这个人民颠倒影响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去这个行到迄个所在去保护这个城市。这个是亲像以前德国去拍法国的时阵，这个就是定呢，就是人民走出来结果咧挡到军队，颠倒军队无法度去保护，无法度去支援，安尼对这个侵略者是有有利。把这当做一个战术。对，然后咧，这足侪人走出去走到其他的城市这个乌克兰政府嘛爱收留啊，嘛爱照顾。颠倒增加这个乌克兰政府的负担，所以当然这做一个国家政府咧人民无可能讲我放互伊无要管嘛，所以这个对罗西亚来讲伊本来就不应该去侵略别个国家，即摆侵略别个国家以后然后再做这个好人讲好啦，我即摆就是放你的人民会当走，看起来亲像伊足善良的，其实咧你。卖来拍唔是就好啊！你卖来拍，我根本就无需要离开啊。是，所以这个就是国际上咱台湾人看到就是怎样，
这个足侪国家吼，罗西亚这种根本都是讲好协定吼，拢无算。吼，这个因此咧，咱就是看到吼，即马未来吼，除非啦吼，国际上吼有法度介入，吼有法度咧，吼像互这个军事甲政治外交吼，互罗西亚会当让步。是。无吼，即马可能就是罗西亚嘛感觉伊足紧张的，因为国内经济吼问题嘛开始出现。哦，对。所以咧，就是看罗西亚经济，还是乌克兰的军事，倒一个先倒。吼，这战争的结果就决定啊。是，独裁国家反起反倒，吼，这罗西亚甲中国真正是兄弟呢。咱来请教吴教授吼，咱看到乌克兰的条件，其实伊就是要罗西亚离开嘛。啊，罗西亚的底牌竟然是乌克兰就要去军事化，这款的要求未输就甲乌克兰当作是一个殖民地，敢有可能安尼？咱讲吼，我相信足侪咱国内的专家也是。百姓吼，拢是反战争，但是反战争吼，毋是讲放弃抵抗，吼，放弃这款准备。啊，咱的反战是讲，咱无希望有战争存在。但是咱看到这条件内底去军事化，这是一个。但是吼，咱看到这罗西亚吼，各位甲乌克兰来抹黑，讲因有纳粹化这种。情形，就是甲抹黑，因为过去吼乌克兰在做选举的时阵，其实因老百姓有选出一个民主的迄款政府，啊，但是伫国内底，罗西亚伫乌东地区，搁去扶持这个所在反抗军。当然，对一个政府来讲，你无都接受其他国家伫伊家己国家内底去扶持这反抗军，所以这伫乌东地区一直有这样内战的部分。到底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咱所以看到讲，即摆罗西亚竟然去指控这乌克兰是有一款纳粹化的这种做法，啊，尤其还有一寡人竟然嘛相信，这是足奇怪的部分。这头一个，第二个，咱看到吼，其实这场战争。原本足侪人吼，就包括足侪专家嘛，讲讲啊，闹拍一拍就随结束。但是咱看到乌克兰一直抵抗甲真歹，尤其咱看到足侪迄款脸书啊，迄款 Instagram 啊、TikTok， 拢规个一直吼，拢互咱看一个眼睛用。战争就是遮恐怖，啊，所以咱看到像安尼，敢若过去吼，中共甲国民党在拍时阵，嘛是安尼边拍边讲的了后，佫继续拍，反起反倒，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做法。所以咱看到罗西亚其实嘛是这种做法，所以伊想要透过谈判吼，要甲乌克兰的民众讲，嘛要甲全世界民众讲，第一个袂当我望这西方的遮个国家来甲你援救，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内底，你要甲看，因起落落，反起反倒，互遮老百姓喎，伊的迄款心内迄款精神的紧张是绝对一定有的。第三个部分，其实吼，咱看到，其实足侪中国人咧看，讲即场战争内底，其实过去的中共甲迄个美国咧拍韩战的时阵，其实嘛有一款感觉。去年中国有一部片叫做《长津湖》，吼，讲伊迄个时阵中共就是甲国民党的人吼杀去前线。互因去拍迄个北韩，结果全伫遐寒死，吼，变做叫啥物叫冰雕连，就是即种的由来。啊，乌克兰即摆嘛是个，伊放出一个讲啊，恁会当为遮离开，会当平安离开。即摆遮老百姓离开的时阵，伊可能当地遮军队，吼，这乌克兰军队，也是遮武装的前线的时阵。啊，那到底是要拍啊唔拍？啊，要拍会受伤，啊会伤到家己人的这个部分，互你变做一个两难的迄款困境。所以咱看到就罗西亚即摆是用一种拖延的战术来拍这场战争。啊，当然伊嘛是希望吼，卖拍。啊，就当摕到迄个赢的部分，但是已经拍12天落去啊，即摆。对这罗西亚来讲，即摆已经停袂落来，所以伊用这款一种非正规的作战的方式来拍这场战争。所以咱看因一直咧围，啊，但是后壁补给迄个补送的迄款物资一直无法度送到。所以咱看到讲，其实罗西亚虽然咱之前嘛讲的，因已经投入非常多兵力内底，但是西方包括这欧盟、NATO 因遮迄个组织开始送物资入来的时阵，其实。对乌克兰即摆
谈判的时阵会较有信心。吼，尤其是咱看泽伦斯基，伊到即摆吼，不管是透过迄款视讯也好，甲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说进行，就甲伊通电话，嘛甲这后面这国家的领袖通电话，这代表甲全世界讲，乌克兰无放弃抵抗，无要投降，无要投降，但是对和平的迄款愿望，嘛是希望大家会当来斗相共。所以即摆到底谁有出声，谁点点无出声，这确实国际大家在看的迄款重点。是好，观众朋友，乌克兰用什么方式，互罗西亚踢到铁板吼？咱即摆同齐来看。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超过一礼拜，除了俄军以陆海空包围乌克兰以外，第四战场的网络资讯战早在实体战争进程就开始了。战争爆发进程，乌克兰就一直传说政府网站甲银行顶遭到大规模的 DDoS 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而袂振动。另外，战争真正爆发了后，相关的水利、电气甲交通这民生系统也开始出现状况，也有相关人士的户头密码遭到偷摕利用，进而将恶意的软件散布到其他网站。They consist of malware typically that will cause physical issues for a disk, overwriting some of the data, overwriting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at will effectively disrupt that system. Every workstation might start to run this wiper malware, and that will effectively erase the disk, overwrite files, and put them out of business. 资讯战大家拢有，乌克兰也回敬相关恶意软体，互俄国主要网站一度也袂振动，也是连接真慢。且这恶意软体也感染其他的电脑，互管理乌克兰政府网站的承包商，伫拉脱维亚甲立陶宛的几若百台电脑也同时受到影响。对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国就真的要以资讯战来攻击侵略别国，想要来传播这惊吓，甲分散对象的注意力。乌克兰甲俄罗斯交战以来，伫乌克兰人难以连接政府的网站得到正确资讯的同时，俄国也传送大量的假信息，互乌克兰前线士兵想要用心战的方式影响乌克兰的士气。These types of attacks are really meant to do two things. So first, sow that confusion, create chaos, create panic among the population, especially where Ukrainian citizens can't access information, can't access their own services or assets or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of cours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it's meant to, again, sort of create that chaos. 除了心战的感性以外，社群网站是不是散布假消息，也真做关注的焦点。这阵民策已经宣布要成立一个特别的行动中心来监控，避免互资讯战影响到。也推出新的功能，互乌克兰用户用锁掉家己的社交媒体资料，确保资讯的安全。另外，推特也公告安全的警示，确保乌克兰的用户治安的问题，并且教因安怎来停用这个户头。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好，观众朋友，咱看到这场战争内底乌克兰唔来战信息，嘛有在战形象哦。咱看到乌克兰总统不时伫网络面顶来发表演讲，吼，强调无要逃亡，要团结乌克兰人民，争取国际的资源。伫形象面顶，吼，伊不时穿着这个野战的衫，吼。家己一个人召开国际的线顶会议，若是甲罗西亚总统普丁比起来吼，伊是较成功来传达孤军奋战的这个形象。另外，伫网络战面顶，乌克兰得到这个特殊列的头家的青年计划的资源，用卫星连接网络，互世界上的人吼知影战争残酷的真相，佮报扬战功甲。精神伤亡的状况哦，这都是伫陆海空三个战场了外，搁开一个第四个战场，咱讲资讯战。31岁乌克兰副总理当这时嘛是所谓转型的部长，伊用手机联合全球科技的头人对抗罗西亚。伊讲科技才是较赢战车上好的步数。咱来请教张教授，安尼看起来，咱的东方若是发生战争，嘛是会当替咱来战呢？当然哦，即马现在的社会哦，形象甲这个 information 哦，这个是足重要。是，尤其即马是乌克兰哦，伊是较弱的一方，所以咧，当然是伫这方面吼，爱更加吼，爱增加对世界上的这个了解甲争取，是，互世界会当甲伊斗相共，是，互这个战争吼。
会当继续这个对乌克兰较有利的方向去发展吼。等到这个罗西亚内部经济出大问题吼，安尼互乌西亚必须爱结束这个战争，这是伊本身上重要的战争的指导啦。是，所以即马大家看到本来啦，这个罗西亚伊就是唔对嘛，因为伊本身嘛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国家去拍另外一个国家伫国际上本来这个去侵略的一方就无理由嘛。是，而且咧对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讲，假使是这个小国，就感觉这个今仔日假使罗西亚会当去拍乌克兰，明仔日中国可能就会当拍尼泊尔，美国嘛会当去拍古巴。所以咧，袂当互大国有即种的自由，有即种的这种无正常的作为，所以大家支持。然后咧，对大国来讲就担心就惊这种战争假是无人出声，互罗西亚这个上自由自在的这种去拍任何国家安尼会影响全世界这个各种的国际形势，这个国际的这安全会受到上大的威胁。因此咧，国对国的战争讲实在罗西亚是无可能伫国际上争取到什么正面的形象嘛。这是应该的。但是咧，为什么这个罗西亚总统普丁遐尔这个无不管这种的问题咧？伊即摆也是真恶呢。真恶，为什么遐尔歹？因为过去伊去拍车臣，伊去拍这个佐治亚时阵尤其是去拍车臣用非常粗残的手段。但是咧，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还是认为车臣是一个罗西亚内政问题。车臣呢，唔是全世界大家共同承认的国家。是。这当然，这为什么车臣无互人共同承认？这是一个足长的历史问题今仔日咱无时间讨论但是咧，我甲大家报告车臣伊嘛是有家己的总统，嘛家己的军队，所以要一宣布建国，但是咧无互国际上普通的承认，所以咧罗西亚去拍伊的时阵大部分国家拢无去了解，所以咧互罗西亚非常的凶，非常的粗残。所以这个普丁咧，就是以前伫啲手头阵营这场。所以咧，伊就认为伊做这个罗西亚总统世界第一啦。然后这种无正确的想法未来伊咧这个会有啥物报应这个大家拢等去看啦。但是重点就是一个国家伫互别人拍的时阵伊本身是徛伫倒一项的国际地位，袂当变做其他国家内政问题这是对一个国家伫外交上。国际法上上重要的一种这个保障，我想除了军事以外这是非常重要。亲像国对国大家看，以前伊拉克去拍科威特，因嘛是国家去拍国家，联合国随着出兵，这个来讲，即马嘛是国际上至少嘛感觉罗西亚是唔对，但是咧，咱看这罗西亚去拍内政问题无就是伊家己认为的内政问题世界上无人知影，所以就是爱经这个形象战加这个资讯战，我感觉上重要就是国家本身的地位甲立场。假使咧，你本身的地位拢是足不明的啦，安尼你是为安怎来去经营你的形象，绝对是非常的吃力啦。是，咱敢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资讯战的攻击？因为中国已经对台湾发动资讯战的攻击3-4档啊，咱敢有可能甲反制？其实不止3-4档啦，这是非常长久的时间当然，咱即马是要强调，就是咱台湾是民主自由然后咧，伫国际上咱是徛喺对的一方，然后咧绝对无可能去这个攻击，还是去威胁中国的安全。是，这点来讲中国可能嘛相信啦。中国人你讲台湾去主动去拍中国，这个中国人，我是共产党伊本身嘛无可能相信啦。所以共产党伊的重点是啥物？共产党的重点就是
台湾是挖中国的，台湾对中国是非常的这个友好，而且台湾吼对经济拢要靠中国，所以咧，假使有一天吼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吼，伊会想办法去说服全世界各国吼，这只是中国人内部的代志。而且咧，这根本拢是亲像翁仔某冤家吼，这个警察你就免来，吼，咱冤家煞自然就会当好势。是，这是中国出足济的资源，出足济力吼，伫国际上不断的这个受诶，这个互其他国家相信，台湾问题就是伊内政问题。是，所以将来咧，台湾自这个头拄仔讲到这个形象战、资讯战的这个重点吼，就是爱互全世界相信吼，这个台湾的安全唔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假使互大家你相信，安尼台湾去一半。但是全世界都认为台湾的安全吼是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唔是一个中国的国际问题、内政问题。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上重要的这个形象战。是，咱台湾资讯战的对象吼，可能唔单干那中国，是全世界。咱看到这个战争对台湾经济有啥物影响呢？头一项是油价、天然气来起价，即马国际原油吼是130块美金哦，这个起价将近8成，台湾的油价嘛是连续4礼拜来起价。咱看到95为2月初7每公升30.2块，到今仔日3月初7每公升是32.8块吼，这个起价到8.6%哦。第二项就是原物料甲食物，咱台湾有对乌克兰进口规花纸、番麦、小麦、杂麦甲高粱，各发挥。估计吼，这个战争的影响，大声的反映伫估计能源甲贸易的计数，对粮食影响即马也无大，总是未来米粉、意大利面、麭甲小麦制品哦会受到影响。第三项是金融哦，台湾金融业伫罗西亚有风险的资金有2091亿，伫乌克兰有201亿，保险业拢总因为有风险的资金是1470亿上悬。最后咱看到估计吼，台湾这5日这个大盘吼落超过890点，连台积电拢为688块落价到575块，伊这个落价超过16%吼。咱来请教高老师，这个战争对台湾吼，除了这个数字的表达以外，具体实质的影响是啥？是，咱台湾的经济吼，其实甲世界的经济是接了足晚的啦，吼，所以世界咧变动的时阵，吼，咱台湾一定嘛会感受会到，是，吼，今仔日吼，咱今仔日股票跋超哦500几点，哦，但是涨啦，吼，我讲涨就是顶礼拜5啦，吼，顶礼拜5，迄个美国的 Wall Street 吼，道琼吼跋超500几点，哦，今仔日日经啊，跋700几点。是，咱来甲比较起来吼，迄个罗西亚开战的新闻发布的迄一天吼，伊到迄个美国的股票道琼才跋300点，哦，才跋300点。反而即摆的迄个美国股市是安那跋遮忝，吼，内底有几个原因吼，我即马甲大家报告者吼。第一个吼是合组的恐怖。是合组恐怖，啥叫合组恐怖？因为罗西亚去发炮攻击迄个乌克兰的上大的核子发电厂。是这个核子发电厂，伊离无外远遐有一个车诺堡，车诺堡就是差不多20年前，吼，这个核子，这个因伊个乌克兰迄时阵的迄个核子发电厂就爆炸。是爆炸完以后，吼。则无迄个科技会使去甲暗跨起来，是，所以后迄个所在差不多20年以来拢袂使带人，对，吼，20年以来袂使带人以外，伊爆炸迄核子电就喺罗里带，罗里迄个贝拉鲁斯这个所在，甲迄个乌克兰这个所在，所以当初的时阵的迄个小麦啦，吼，就是牛式的迄个。稻作拢袂使用，是即马咧，因为就是罗西亚去拍即马上大的迄粒发电厂，迄
迄个发电厂是讲有差不多6倍至8倍的迄个力量，若是崩去的话，就乌克兰就了去啊。哦，含迄个周边的国家含迄个欧洲的这经济拢无可能会过起来。哦，所以这是一点，就是核子的恐怖。哦，第二个是即马吼，就是咱拄仔有讲，就是能源危机啦。吼，能源危机，因为能源危机伊即马就是罗西亚伊就大条的，因为伊是全世界第2大的能源出口国。是。哦，出口国，因为伊全世界有3城吼，咱讲3城是兼石油甲天然气合起来，全世界伊3城，所以伊唔惊，因为咱即马无迄个会使甲替代掉的即个能源随时会使入来，讲咱大家拢卖甲伊买能源，所以伊即马唔惊，这是第二个，就是咱即马讲的即个能源危机的恐怖，所以咱即马会使讲，就是讲。罗西亚已经变成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所以咱含西方国家、即欧洲国家，即马甲普丁叫做啥？咱以前有希特勒，对不对？即马叫普特勒，普特勒啦，希特变普特，就是伊即马就变成全世界对伊即自由经济、自由民主世界一个足大的威胁。所以咱即来讲对咱台湾的影响，除了讲。短期来看的话，吼，咱即马半导体来讲，短期的这料无欠啦。但是长期来看，就是讲，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摕入来的话，咱的半导体内底可能欠耐气，吼，之前咱有看过，嘛有可能欠迄个巴材。还有一个咧，迄个乌克兰是全欧洲上大的迄个锂啊。锂矿的这来源啊，锂矿就是咱即马电动车的电池上大的矿里遐，变讲伊即马罗西亚就把握咱讲吼第2世代的能源啦，充电的啦，吼，那无要就会变充电的这资源嘛伊把握，所以伊即马变讲罗西亚嘛来想要控制这个全世界重要的资源，吼，另外呢，咱即马台湾来讲。因为油贵啦，因为油贵，所以迄个运输足贵的。咱即马讲这航运的这3间嘛，中营啦，中营、万海甲阳明这3间，这3间这几年这2年来拢赚了袂歹嘛。但是因为油贵，含着因为战争的因素，要运费会搁较贵。运费若搁较贵咧，有产生两项的变化，就是讲你的出口竞争力是落落来。第2项是因为啥？第2项就是咱即马运费贵了，变成通膨就愈来愈大。所以这对咱国内实际的影响来变讲，咱即马人民的感受来讲，物价会愈来愈贵。是，咱看到即马罗西亚变做一个国家级的恐怖分子吼，即场战争会安怎来收煞咧？美国的智库伊讲可能有4种结局，头一个就是即个机制是啥？就是乌克兰的人民甲军队反抗罗西亚，主动罗西亚军队占掉基辅，互乌克兰保持民主的政权吼，因为罗西亚会挡袂牢经济甲外交的制裁来贴兵吼，这款的结果可能会互乌克兰战后吼较瓦近西方的国家。另外一个结果吼，就是规个害了啦，就是讲罗西亚占基辅，而且引导乌克兰的政府建立一个加勒的政权，这个结果会互乌克兰人民伫各地来反抗罗西亚，而且罗西亚的经济嘛去互拖累。第3种的结果是武力的镇压，也就是引导乌克兰政府了后，罗西亚用强大的军力来镇压乌克兰的人民，这会互乌克兰变做罗西亚伫东欧的殖民地，北约敢若会当接受。不过，瑞典甲芬兰可能会加入北约，变做会员国。不管安怎，欧洲是无可能一直去外吼。第4种的结局，就是讲北约聊落去，也就是设立这个禁航区吼，这会互北约袂输甲罗西亚来相战，这可能会互
战火吼拖到全世界，咱来请教吴教授，这4种结局，在你看，可能较有可能多一种？是，咱看到吼，其实美国的智库吼是足济。在观察这场的战事嘛是足济，但是咱即摆看到讲，除了智库迄款研判以外，其实美国政府嘛有在看，就是讲普丁伊即摆做法，甲伊的政法内底，其中有一条吼，就是伊希望吼，泽伦斯基吼会当离开乌克兰，离开乌克兰了，会当伫海外吼成立所谓的迄款流亡的政权，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4个选择内底吼，就是无泽伦斯基流亡去海外，然后来做一个流亡的政府。咱即摆看到讲既然泽伦斯基无想要安尼做的时阵，伊颠倒过来，当然伊即摆抵抗也好，这时间可能会拖了较久长。尤其是吼，咱即摆看到第3种吼，就武力镇压的部分。其实咱看到过去吼，咱足侪人嘛咧讲台湾的芬兰化。其实吼，咱看到过去苏联吼，在要去入侵迄个芬兰的时阵，伊就是讲你嘛是共产主义国家，我嘛是信奉迄个共产主义，是毋是会知吼咧开门，互我入去？但是咱看到迄个时阵，芬兰因虽然有迄款信用顶头无共款，但是面对国家、面对主权、面对国家利益来讲，其实因拢是徛伫共一个阵线，所以绝对无投降。所以咱看到讲，即摆不管是普丁也好，还是讲西方的国家也好，其实咱即摆看到讲，当然是边拍边看的情形。但是你即摆，你泽伦斯基伊即摆做法，完全就是无想要去流亡海外，伊要战。伊要战但是伊要战嘛，希望西方的国家会当来甲斗相挺。但是即摆吼，讲一句真歹的话吼，我需要庆忌，毋是你的便车吼。对，当然咱嘛知影讲，即摆西方国家来，即摆嘛在逼吼，在逼啥？即几个选择内底，其实吼，因即摆嘛在逼中国。咱即摆来看吼，其实今日我一个朋友吼传互我即张相片，即张相片咧。这是伫迄款北京的三里屯吼，因了有一个大赛区吼，这个所在咱就是看到，这是伫后面吼，驻中国的迄款大赛区的迄款外墙外口，后面吼伫因的迄款驻北京的大赛吼，就伫外墙顶头吼，甲用因的迄款看板吼，就甲拍出咱支持乌克兰，也就是讲，除了遐迄个选择以外吼，要互即中国有一寡压力，有啥物压力？我有一个朋友就甲我讲啊，伊透早要去乌克兰的餐厅食饭吼，中国人开的迄款乌克兰餐厅，结果幕口徛足侪警察。咱即摆看到讲，这大赛区内底足侪欧盟的国家吼，拢甲这旗仔也好，乌克兰旗仔吼，咱看咱即个礼拜的时阵，咱嘛足侪台湾人去咱的迄款自由广场头前吼，去支持声援乌克兰人。但是咱看到在中国嘛是有人想要去用食物件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人，但是中国用这种方式甲赶出去，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西方国家即摆在看遐选项内底吼，拢无中国会当去处理这乌克兰这个战争的一款选项。但是咱看到不管咱之前头前的CG顶头嘛讲 ，Blinken 希望中国会当出来讲话，为什么？因为有签这个非北约的模式，吼，希望因会当安尼。但是咱即摆等来看，就中国点点，吼，中国点点，中国点点的时阵，伊就咧看西方敢有法度开更较好的迄款条件，吼，来甲伊换。所以你看到即摆中国拢点点。就是看西方有啥物款方法出来，但是咱即摆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泽伦斯基，伊即摆足勇敢地抵抗全世界，尤其是吼透过这影片吼，拢总已经散出来互全世界。过去足侪人对战争的迄款想象吼，是敢若想尔，我都感觉到迄款飞弹弹来了是啥物感觉？即摆透过影片，透过直播，都拢会当看到迄飞弹迄种战争的恐怖，即种压力颠倒转来吼，嘛会互西方国家，嘛会互这普丁会有一寡威胁会伫这所在。所以咱看到普丁最近吼在掠啥物假消息。
假什么假消息？就是迄款国际版的抖音吼，伊即摆讲迄是假消息的来源，要甲禁止。吼，咱看起来足好笑的，因为抖音嘛足侪过去吼，拢是咧渗透台湾的迄款假消息的来源。即摆保定竟然甲抖音吼当做是假消息的迄款探开的所在，所以嘛要甲禁止。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即场战争抑阁会拖一段时间。为什么拖一段时间？因为抵抗的迄款意志。一直坚持落去的时阵，这保定无遐尼紧，有法度互泽伦斯基流亡。啊，这个时阵硬拄硬的时阵，这就足废气啊。哦，这值得咱继续来关注。是，观众朋友，咱台湾共款嘛有一个歹厝边，看到乌克兰，咱台湾人会着想到家己吼。英国经济学人这个杂志，伊有讲乌克兰这个战争吼，台湾人开始有这个保卫家己的意识吼。咱看到台湾智库赖义忠先生讲，因的机构吼接到一般人敲电话来讲，安怎得到这个军事的训练吼，全国征兵的讨论嘛有在出现，也就是讲，乌克兰的人的行为吼，鼓舞着台湾人的士气。作家张培兴讲，若是乌克兰孤军奋战，嘛会当反抗这个强大的罗西亚，是安怎台湾人无法度咧？另外，咱看到前亲民党文宣部的主任吴坤阳讲，若是台海发生战争，伊家己嘛想要上战场来保卫家园吼，也就是讲，伊的意思是上战场是无分年岁。咱看到联电的这个周兴成先生讲，台湾应该就要发展做全民皆兵吼，若是干那要靠别人是真见效啊！台湾人若是无对抗对敌的决心，搁较侪援助嘛无路用。国防部长邱国正讲，若是主动要加入这个教育调级，因是真欢迎吼。奖励的办法会搁想，咱来请教张国成教授吼。台湾人即马看到乌克兰反抗的这个代志吼，对咱有啥物正面的影响？我受第一是军事吼，也是非常的重要啦。是。这个军事吼需要时间来建设，所以咧，普通的时间咱都爱来准备。是。袂当战争的时阵，搁来准备吼，已经袂好啊。所以普通的时间吼，一般吼，咱就爱来投资，增加咱的国防。是。我想这是一定的。乌克兰呢，为什么即马会当讲抵抗10几天吼？嘛是靠伊过去几下年来吼，已经甲美国甲北约吼，已经有国防的合作，共同的演习。咁是克里米亚的教训。对，因为迄个时阵8年以前上紧就互罗西亚就撤过啊，就拍输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咱台湾就爱来检讨，爱来增加咱甲其他先进的国家美国啊这国家军事真正实在的合作。是，这是非常重要。是，因为咧，中国拍台湾我甲大家报告，伊可能用的抢大武器，甲派的兵这个数量之上可能比即马罗西亚搁较济。当然因为有台湾海峡，所以咧，伊陆军无法度随着走到台湾的这个土地，但是咧，伊咧空军、飞弹、海军这对咱台湾来讲这个威胁是非常之大。是。第二咧，就是上重要，就咱的这个除了增加国防以外上重要就是咱的信心。这个信心不只是对内部的信心，嘛是对国外的信心。这个外国为什么爱支持这个乌克兰？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国家就是无人爱做罗西亚人。是。这个抵抗的决心是非常的这个决定，假使咧乌克兰的足侪人想要投降，这个北约甲美国亲像头拄吴教授这个讲的，这个武器要运过，啥人去收？假使咧乌克兰根本大家都无受抵抗，也是讲一堆话，结果咧人可能互你武器无嘛武器互你，结果等互中国共款，安尼哪有可能互人武器？是。第三咧，我定伫咱节目甲大家报告乌克兰这个国家会当今仔日会当抵抗遐尔侪工靠着除了是军事外交以外上重要就是啥物呢？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是，就是呢，什么是这个？就是代表讲，我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已经确定啦。假使咧，乌克兰今仔日，乌克兰军方的将领讲啊，以前吼，咱的这个苏联甲咱做伙抵抗德国，所以拢苏联啊。即嘛，咱甲这个罗西亚吼，嘛是甲咱做伙吼，咱爱甲你纪念。吼，你亲像乌克兰有看到话无？啊是讲乌克兰有一个国会议员，吼，即嘛人讲以前伊走去听普丁演讲，然后即嘛继续伫国会监督乌克兰的国防。乌克兰的政党咧，对即种人吼，无讲开除，颠倒啊，甲你提名，安尼国际上是袂安怎来靠这个国家啦。不可思议的代志伫台湾发生。对即种来讲吼，假使乌克兰出现即种状况吼，我是国际上是无可能认为即种国家有抵抗的可能啦。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大家感觉讲啊，你讲这甲军事有啥物关系？其实咧，真正到时阵人是要安怎来支持吼？是看你敢会扶会起来。假使咧，你两三天吼就投降，啊是足侪人讲啊，咱无需要抵抗啦，无需要买这个做这美国的旗啦，吼，无需要搁做吼为着美国啦，为甲罗西亚战争。假是乌克兰足侪人安尼讲吼，嘛免战。